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要以一生最美的遇见，寻找那颗重价珍珠，彼此来勉励。萨利嘎嘎马布隆平安，阿尼尼巴盖尼努米达以达拉萨马嘎巴海阿卡拉里的穆海，米基林都达拉金主。经文马太福音13章45至46节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Uluma satu, kita no kawas matia uni pikilim no, patia mai atam sauto, fang zalai a jinzu. Matama ningra ko zai a, matikasai a jinzu Minukai jingra a pacakai to maama an ningra a makmin, ta mi cakai to ya jinzu. Matthew chapter 13, verses 45 to 46. Again,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a merchant in search of fine pearls, who on finding one pearl of great value, went and sold all that he had.And bought it. 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寻宝游戏？当找到宝藏的那一刻，心里总是充满惊喜与快乐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在寻找，有人寻找金钱、成就，有人寻找健康、幸福，也有人寻找爱情与安全感，只是很多人穷尽一生在寻找，到最后却发现得到许多东西，心里仍然空虚。耶稣今天讲的这个寻宝故事，告诉我们，人生最大的福气，不是得到世界上的财富，而是找到那颗重价的珍珠，而这颗珍珠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你是哪一种寻找者呢？耶稣的故事中，这个商人是个刻意寻找的人，他不像前面比喻中的农夫是偶然发现宝藏，他是有目标、有方向、有追求的。这个商人不随波逐流，当别人忙着赚钱、享乐、追逐流行时，他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今天，如果有人问我们，你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会怎么回答呢？是儿女成才，退休生活无忧，还是身体健康？这些都很好，但都不是人生最终的答案。如果一艘船不知道要开往哪里，再好的设备也会迷失方向。指南针磁铁永远朝向北方，磁针在暴风雨时可能发生轻微的震动，但它的方向总是不变。当你的心向着基督，就不容易迷失方向，因为你只见耶稣，不见其他。今天许多人忙忙碌碌，却不知道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只要问我今天要做什么，更要问我这一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什么是你的好珠子呢？商人寻找的好珠子，代表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事物，例如爱心、诚实、正直、敬虔、怜悯、忍耐、信实，这些都是在永恒里仍然有价值的财富。许多人信主多年，聚会没有缺席，奉献也很忠心，但有时信仰会停留在习惯里。我们来教会很多年，却很少问自己，我比5年前更像耶稣吗？信仰不是拿到天堂门票就结束，而是一条不断成长、不断更新的道路。正如保罗所说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愿我们一生都保持寻求神的心。
遇见那颗重价的珍珠。这个商人原本寻找许多好珠子，但有一天，他竟然遇见了一颗独一无二的珍珠，其价值远远超越他过去所拥有的一切。很多人刚信主时非常火热，读经、祷告、聚会都很积极，但是时间久了，信仰慢慢变成例行公事。主日来教会，唱熟悉的诗歌，听熟悉的信息，然后回到熟悉的生活。久而久之，信仰可能只剩下形式。问题不是我们没有珠子，而是我们失去了对那颗重价珍珠的惊喜与感动。许多人有宗教生活，却没有真实经历主；有服侍，却失去了爱主的热情；有侍奉，却少了亲近主的喜乐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再次回到基督面前，不是追求更多活动，而是重新遇见主自己。基督是一切的一切，这颗重价的珍珠就是基督。它不只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它更是生命的主。它能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受伤的心，改变我们的脾气，更新我们的家庭，陪伴我们走过人生低谷，更带领我们进入永恒荣耀。当一个人真正得着基督，他会发现，原来自己一直寻找的平安、爱与盼望都在主里面了。正如保罗所说，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这个商人找到珍珠之后，立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因为他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这颗珍珠更有价值。我们要变卖什么呢？对基督徒而言，变卖不是卖掉房子或财产，而是愿意倒空自己。如变卖偏见，有些人信主多年，却一直用自己的想法来认识神。当神要更新我们却固守旧观念。唯有愿意放下自己，才能看见神更大的作为。变卖自义，有时我们觉得我已经很好了，我比很多人热心，我已经信主几十年了。但神喜悦的是谦卑受教的心，越亲近神的人，越知道自己需要神。变卖控制权，很多人的烦恼来自于凡事都想自己掌控，担心未来、家庭、健康和孩子。其实真正的信心就是把生命主权交给神，让神来带领。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，如有些人因信仰受到家人反对，有些人因持守诚实而失去利益，有些人因坚持真理而不被理解。然而，所有代价都比不上得着基督的价值，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，唯有主永远长存。变卖一切再买进，这是许多老会友最需要学习的功课。得着基督不是一次性的决定，而是一生不断更新的委身。每天早晨醒来，我们都可以向主说：主啊，我愿意再一次选择你，我愿意把生命主权交给你，让你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。这就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。弟兄姐妹，这场人生就像一场寻宝旅程，有人找到财富、名声、地位或权力，但这些终究都会过去。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时，房子、存款、名声和地位都带不走，唯一能陪伴我们进入永恒的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如果你还没有真正认识主，
今天就是最好的时刻。如果你已经信主多年，请再次检查自己的心，是不是被工作、家庭、兴趣、金钱、侍奉，甚至宗教活动等许多小珠子占满了，以至于取代了主的位置。愿我们重新把生命的中心还给基督，因为它不只是许多珠子中的一颗，它乃是那颗独一无二、重价无比的珍珠。让我们今天再次做出决定，放下次要的，抓住最重要的；放下暂时的，抓住永恒的；放下自己，得找基督，因为他正是你我一生最美的遇见。我们一起祷告：主啊，谢谢你让我遇见了你，求你除去我生活中那些琐碎的占据，让我不再只追求次要的珠子，而能定睛在你身上。求你更新我的心，让我对你的爱永葆起初的热情，使我一生向着标杆直跑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。